森林吗？说不出来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累了哦。下午听歌，我觉得好像大家不太习惯，真的不太好意思。今天我现在要赶场啊。你们如果还不认识鼠米，你不知道鼠米现在很红吗？各大灾区的妖言，八宝风灾921大地震。好，然后今天其实也有带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我欢迎一下那个我们可爱的和声，我们部落的弟弟普渡跟那个马少。有都是从台东混译过来的，没办法，这边没有办法空运。好，然后有一首歌，也是很早期的作品，然后上一张第一张录音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我们的约定》，然后提醒了把我们听一下。好，这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。好，没有精神了吗？不要这样啊！来，你打知道吧？有时在干嘛？你妈搞一瓶奶酪，我想你呀，一次你度过了几把，你让我无数你们大不离开不了，你说你爸爸，妈妈来不了不低数，阿爸的话的不要打扫舍得，多少数万都平淡，那我们不敌的艺术，大把恩高大，那啥一起不干那个阿鲁比亚，我老子再度不敌呀。怎么办？只有你这几个在好了，旁边的朋友不想加入你们。
你们辛苦了，你要去旁边领薪水，红领巾。好啊，就是暂时这样就这样吧。大家知道桃园的热情的程度到哪里了 ？OK 啦 ，OK 啦，我很能够适应的。这是残酷舞台嘛。今天所有的歌都跟专辑的样子不太一样哦，就是重新编曲，所以有些歌你们可能都，或许有些朋友熟悉我的音乐，可是今天可能都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，也猜不出来是什么歌，没有关系的，我都还要先讲一下歌名是什么，Q 一下你们的掌声这样。接下来这首歌很有趣，只要每次唱啊，几乎天气就会做过来这种。好像这首歌有受诅咒，因为唱完都会下雨。也好啊，唱一唱，外面有人要进来听，没问题，增加票房也不错啊。都靠这个。然后第一张专辑有雨嘛，第二张专辑预计啊，下一张明年嘛，明年哦，赶快存钱啊。下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《风》，有吗？然后上次风演唱会有发表，风跟雨一起唱就变台风了，真是太妙了啊！没关系，啊，我先唱这首歌，改编过后的《奇异的夫人》。